葉良辰嗱，而家我哋咧就上咗附近一個大廈天台，前面少少嗰個位置咧，就係當日有一個藏屍嗰個嘅地方啦。上個星期咧，咁我哋就講咗啦，就益豐大廈啦。咁上個禮拜咧嗰條片咧，亦都澄清咗啦，關於益豐大廈咧就並唔係咧就發生嗰個水箱藏屍案事件，但係對呢一件事咧，有位 YouTuber 朋友咧就好認識啦，揾咗好多料。咁一鑿出嚟嘅時候咧，有幾個 key point 要記住咯喎。第一樣一鑿開嘅時候咧，有樣嘢流咗出嚟，就發現入邊有一張嘅被單啦，一個嘅摺凳，一個雀籠。嗱，好奇怪啊！係啦，其實呢單嘢咧都仲有啲靈異部分嘅喎。咁當其時咧，亦都揾咗一個嘅探員啦，扮演死者嘅。咁但係喺開始拍攝嘅時候咧，已經有啲神奇事發生咯噃。拍嗰餅帶錄極都錄唔到嘅噃。咁翻去差館嘅時候啦，當佢哋整理嗰啲嘅錄影帶，每次一影到嗰個扮演死者嘅差人嘅時候咧，佢塊面上面總有一塊白色嘅光冚住咗嗰個差人嘅。咁都要講下成單嘢個起因先得㗎。死者身份知道啦，兇手又知道啦，係咯究竟發生咩事咧？